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每一个礼拜，在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不论你在哪里，在线上或在现场，都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让我们一起更多来赞美。开你的口，开你的心，让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能抱住。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我们再一次，我们来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嘿，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在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说，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主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海洋星辰，他是所有天地万物间所有你想得到的任何事物的主。我们的神是那永不改变的神，从今直到永远，他的信实永不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那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开口来赞美你，我们的心就来归向你。我们开口赞美你，我们的目光就针对着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承认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欢呼，我们颂赞，那因为你就是那不变的神，你是信实直到永远的神。哈利路亚！主啊，天地万物都在颂赞你，因为你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主，你是使天地万物都雀跃迎向你的主。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向你展开，我们的灵也向你展开。主啊，你总是做我们所能无法想象的，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赞美，我们要来欢呼我们神的作为。哈利路亚！神，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
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你鉴察我们的心，不论我们是想要逃避你，或是我们想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屈服在这个软弱里面，主啊，我们都知道，你都理解。但更多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面向神。主啊，就像今天这个诗歌说的，我不管是在走路，我不管是在躺卧，你都明白我们的心所想，你也都深知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你鉴察了我。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躲避你里面。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这一位与我们同在，你是这一位深深知道我们，在乎我们，而且你有权柄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一个特权。主啊，你的儿女就可以承受一切你的美好。主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不会少，但是主啊，我们的力量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当我们有了这个福分，这个身份，就是你儿女的身份时，主，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每次在做决定的时候，主，我们都是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就是属神儿女的位置上，那个位分上。谢谢你让我们在那位分上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即便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主啊，你让我们就在那暴风雨中，我们仍然定义起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这个带领我们超越这暴风雨的主。主啊，你是这一位即便前面不清楚，但是主啊，你已经在那前头引领我们的主。谢谢你爱我们，早就知道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境况，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经交给我们了。主啊，即便那个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还在挣扎，还在疑惑，我们还在沮丧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就提拔我们，你就拉拔我们。主啊，就像你的名字，你是耶稣基督，你就已经拯救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爱我们到我们的心都融化。即便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生活，心很乱，我们心很硬，但主啊，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你的爱来融化我们，使我们浸泡在主你的爱中。主啊，你的爱是有次序的，你重新来调整我们，因为主啊，你是有次序的主。谢谢你
让我们从祷告开始，重新来排列我们的组合。什么是重要的？主啊，什么是那个紧迫性的？主啊，你知道那个先后次序。因为主啊，你所在意的，我们才要在意；主啊，你所看重的，主我们才看重。你来呼召我们的，主我们才起来往前冲。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身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们再一次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主啊，你深知我，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的，在这个12月这个分享与爱的季节，我们更需要的是信心。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它让我们能够领受恩典跟爱。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我们来唱出对神的信心。这信心是从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开启的一扇美好窗户。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人弥补。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
弟兄姐妹，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信心是要我们来去经历神的同在的。让我们一起从头，我们再一次。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里的深处。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与弥补。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我们一起来说信心的旅途。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我相信，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相信吗？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主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信心的岁月，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我们很常说人生在走，什么要有？有人说钱要有，有些人说智慧要有，有些人说生命要有。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过的日子，人生在走，是信心要有，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个超越我们的赐福，是从我们的主来的。当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我们要先做一个恳求主赦免的祷告。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可以来听我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说，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但是被创造的人竟然不认识他，甚至连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
然而我们主耶稣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今天又透过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刚刚叶牧师已经说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领受这个位分，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岁月，我们知道我们领受是什么样的权柄，我们知道我们活出是什么样的人生，就是信心的人生。我们在这条旅途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开口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来取代信心？我们是用什么来取代神？我们是用什么来取代神儿女的位分？我们要恳求主的赦免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如同刚刚主领所说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也不会想要期待什么。然而主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就把那个信心放在他所创造的人当中。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恳求主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从不信成为相信，使我们的心从那个相信一点点，但愿意领受更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我们的信心是由神你而来的。主要当我们越经历，我们就越相信。让我们越相信，我们不凭眼见，乃是亲密的与神合一。主啊，让我们不是凭着这外在的一切来相信神而在，而是从我们的内里，当我们的灵里与神里更多的来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被神你恩膏，被神你恩待。主啊，你的美好要透过在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敬拜当中，让我们更深的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信心的旅途，让我们一辈子都要好好的来经历。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恳求你更多的你的恩膏、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走在这信心的旅途上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这位在创世以前就与上帝同在的道面前，我们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来到主你的应许面前。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相信你的人领受这特权，做你的儿女。主，谢谢你在我们在动荡当中还不明白的时候，甚至觉得很焦虑、很混乱、很黑暗的时候，主啊，你以你的信实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福分。主，你说我们只要那一点点的相信，只要那一点点的相信，我们就能够叫这山挪到那个地方。主，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成就什么事，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就进入到那更大的信实的里面，我们就在那信实的主的保守当中，我们就在信实的主的带领里面，我们就在信实的主的能力之下，我们就拥有从你来的力量。主啊，谢谢你，你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可能是我们的无力加上你的有力。主，谢谢你，是我们领受救恩，进入到你丰盛的恩典里面。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一个转向，再次的将我们那偏离脚步、偏离的心智、偏离的心意转向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以不变的慈爱接纳我们，谢谢你用公义的判准衡量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主啊，领受那永恒的福分，在世上领受那儿女的位分。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所领受一切从你来的恩典都要献上。
主啊，带领我们更多经历你。我们要成为主啊，在这世上你的见证人。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经历，都诉说你的良善。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祷告，透过我们彼此当中的祷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为肢体、身心灵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这2天开始进入到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游牧师很常会提到，特别是要传福音给这个慕道友或者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就会讲到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在这里呢，其实有讲到一个代祷者的身份哦。摩西他怎么样在旷野举起铜蛇？他在人们当中举起铜蛇，是一个医治的记号，是一个拯救的记号。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人子也必须被举起，让所有信他的人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是相信的人吗？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就要领受从他来的平安，我们就要领受从他来的医治，我们就要领受从他来的信心。不论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相信主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领受依靠神的信心和饶恕，领受上主医治的大能，也让我们为我们所领受一切丰盛的供应献上感谢，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彼此相爱献上感谢，也为失丧亲人的人来得到安慰。求神来特别安慰在这个礼拜刚刚才经历到的这个千南兄美惠姐这个家庭，美惠姐这个癌末过世，我们也恳求主的安慰临到他们一家人，领受那永恒的平安从神而来，也为领受上主所赐的产业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来释放我们身心灵得以自由。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领受身心灵的健康医治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摩西如何在旷野举起这个铜蛇，主啊，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就要得着永恒的生命。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更是在永恒当中的生命。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主啊，你的儿女，主啊，来到面前寻求你。特别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主啊，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安慰，主，你的提醒就临到我们所祷告的那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说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我们是向这位有能力的主，向这位信实的主，向这位有应许的主来祷告。愿主你的心意就临到我们所祷告的人的身上，使他能够来得着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医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圣灵每天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肢体脱离肉体和世界的辖制，脱离钱财私欲的捆绑，脱离宗教派别的混乱，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你荣耀的见证。恳求主率领我们每个肢体同心合意，为主征战，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带领我们勇敢上前得地为业，得着上主丰盛的供应，带领我们互相扶持，彼此建造。圣膏油每天膏抹我们，使我们灵魂体得医治，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来荣耀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生命收取在于你，赏赐也在于你。我们恭敬的将第6组黄昭伟弟兄的母亲黄吴美葵姐妹在11月24蒙主恩召，我们17组周千南弟兄的妻子吕美惠姐妹在11月27安息主怀，求主安慰的灵与这些家人同在，赐他们力量，保守12月9号告别礼拜平安顺利。我们也为第8组康德恩柯以安夫妇，他们在11月22平安产下小公主，母女均安。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主赐给父母养育的智慧，使上帝和人喜爱小宝贝的心一起增长。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你赐我们身心灵在你里面得自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领受这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来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些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也是12月我们非常常会读到的经文，因为这个待降节期要开始了。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当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在预备这个登记的过程，我们真的是看见人性的百态，我们真的是看见一个国如何能够长久。其实我们发现人的心都变来变去，一个国家要能够在会变的人的手上长久，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历史来看，就是永远都学不会的教训。然而我们都知道，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长久的国不是在人的手中，是在这位上帝的手中。刚刚已经说了，这位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他要被称为奇妙的导师，他是要带下那和平的国度，而且是持续的增长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求主来保守，特别这些各样的争议、战争的困境，为台湾人民的安全，然后为执政在野的党政，求主真的是主的心意与这些执政掌权者来同行，也为百姓的灵魂苏醒，真的是能够来认识神，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也为在整个环境当中剧烈的天气，最近也是变天变来变去一下要很冷，一下又好像跟平常这个夏天好像很像。我们也为总统大选来祷告，特别为物价，就是现在的经济环境，整个产业的条件，也为很多社会的议题、暴力、性骚扰的议题来祷告，恳求主的公义真的是来看顾一切，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认这位主为我们的王，他才是那个永久治理的主宰。我们要将眼目转向他，我们一起开口为国家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台湾这个土地来祷告。主，我们看见最近要开始这个选举这一段期间的这个预备，主，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我们看见人性的有限，我们也看见人性的诡诈。恳求主，你亲自掌权作王在其中。愿主你所兴起的执政掌权者是按着你的公平正义来行事，也愿每一位百姓因为认识你而得着这样
亮、公平、正义的觉察，能够看见主啊哪位是合神心意，我们所要支持的，所要投举的，恳求主你亲自的来拣选，亲自的来保守，亲自的来看顾，也使台湾在各样的议题上面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里面，是行公义、好怜悯的，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是按着主你所给予的感动，不断的查验何为善良纯全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也是在为国际祷告，是在为整个全球祷告。主啊，因为主你的国并不被任何事物来限制，主啊，你的国才是那真正我们所在的国，是我们真正所归属的国。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圣洁公义的爸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每一位代祷者都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高举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救恩，主，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圣灵一样的宝剑，斩断在国与国当中凡带来战争、带来暴行、带来流人血的，不论在不论在以色列，不论在巴勒斯坦，不论在缅甸，不论在巴基斯坦，有许许多多迫害、横行、流人血、伤无辜人的。父啊，恳求你差派你的仆人，那忠心的仆人就是众圣徒们，保全他们的心，保全他们的身体，不被恶者所攻击，特别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地的孩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差派你的所喜悦的儿女进到那个地方，传扬你的福音给那地的儿童，让他们那地的儿童知道，唯有主耶稣基督你是王，唯有主耶稣基督你是和平的君王，唯有你能够带来和平。主，恳求你将福音的种子深植在这些孩童的身上，让他们长大之后能够翻转他们的国家，翻转这个世界。父啊，我恳求你怜悯台湾，台湾有许多你所差派的众圣徒，流出他们的宝血，为这块土地牺牲他们的生命。但主啊，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实在是掉棒了。主啊，恳求你恢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而渐渐失去那火热爱主的心。主啊，因为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主，恳求你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特别是兼顾在每一个政党，不论是蓝绿白各样的政党里面，主，我相信都有主你的儿女在其中，都有你的圣徒在其中。求你让他们能够坚持像但以理一样，不拜假神，不害怕权势，只单单为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勇敢的去面对批评、谩骂、挑战。主啊，求你拣选真正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台湾你所爱的土地的人，选出来属神合你心意的领袖。主，我们相信，虽然在台湾这块土地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你，但主，我们凭着信心求，因为我们的信心本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而是那未见之事的实底。我们凭着信心求，我们知道我们台湾要成为荣耀你的宝岛，我们台湾要成为传扬福音的宝岛。主，恳求你兼顾在台湾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谢谢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代祷者，恩待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兼顾我们所做的工，为我们大发热心，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台湾要成为福音的宝岛，那我们就要先从为教会祷告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约翰福音3章16到17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哦。但今天世界牧师为什么用这一段经文要为教会来祷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耶稣面前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没有罪。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会发现、觉察，或是感受到原来我们是罪人。就像在教会当中，教会就是一群罪人的集合。然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有罪的，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领受，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是有救恩的人。所以我们最后信主之后，我们都会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典更大，没有什么样的罪恶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被释放。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教会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因为他对教会的心意就是要成为这个在世上的光，就是要成为世上的盐，就是要带来平安，就是要带来医治，就是要带来光照。所以我们要为新选出的长子来代祷，为明年所有的侍奉都能够带领人来经历这福音，为明年度的教会计划预算，为弟兄姐妹的灵命与信心，真的我们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为教会有宣教的热忱，也为牧者团队恩膏227未来的道路来祷告。我相信我们要从上帝国的国度观，我们就会知道，就像刚刚伟轩执事所祷告的，这块宝岛要成为传福音的宝岛，那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教会要强壮起来，教会要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教会要起来接棒。接棒不是几岁才能够接棒，一定要年轻人才能够接棒。接棒是领受这个福音使命的人，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每一天我们都在回应这一条预备好的100公尺，等我们跑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教会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你带领教会走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你在地如在天上的恩典，主就临到每一个相信并寻求的人，特别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长子同工肢体当中。主啊，为明年度的计划和预算，为每一位长子的生命，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命和信心来祷告。主，我们所领受的，主啊，不是那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我们是你神儿女的身份。你带领我们未来的道路，你带领我们未来的计划，你更是引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周三祷告会，我们在实体在线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要使我们得着安息。主耶稣，我们知道，主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在你的祭坛，麻雀为自己找着刨除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论是在旷野当中，不论是在迦南美地当中，你都命令我们要守住安息，就是在你面前的安息，就是那个在你面前的动力。主啊，求你继续帮助你的教会，守住在你面前的安息，好得着力量，好知道你是为我们开路的上帝。主耶稣，我们知道你
对你教会的心意就是，这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主啊，你针对迦南教会，你说你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你的名永在其中。主啊，你说你的眼、你的心必藏在那里。主啊，你对迦南教会的应许，主啊，你对迦南教会的命定是永不改变的。主啊，孩子要在这里恳求你兴起更多同心合一的代祷勇士，在迦南教会。主啊，好叫你的子民知道当如何行。主耶稣，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奔跑有方向。主啊，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倾听的时候，主啊，不是你不说话，乃是我们要听见你向迦南教会所说的。主啊，在教会转型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你继续带领，好叫迦南教会可以成为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你的心意不改变。主啊，你兴起一代一代的信徒，一代一代的圣徒在这边向你呼求。主啊，我们知道一代一代必继续下去。谢谢你，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起立，我们要来再一次的要来宣告，我们的神是行大事的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神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更多来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当中都行了大事。阿们吗？阿们。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帮助。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我们来述说神的作为，述说他的作为。我们全人依靠他，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更多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我们要将所有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要将掌声要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称颂的神。我们的神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仍然掌王权、居首位的神。我们的神仍然在我们当中做工。
当我们愿意来相信，我们就要来经历。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阿爸天父，你用永恒的慈爱，你用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带领你所创造每一个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每一个相信并且寻求的人，我们就完全的要来经历这救恩。不止如此，主，你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而是要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活出得胜的生命，在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恩膏，在圣灵的教导当中，指教我们何谓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主，你带领你的子民，让每一个寻求你的儿女，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因为相信，我们的信心就加增，因为相信主，我们的经历就增多，因为相信主啊，我们在心灵的盼望就不断的在圣灵里面。主啊，我们在这里与主你走在一起，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所在之处，主啊，活出你的心意，活出从你来的信实，活出主你的公义。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你更是用你的慈爱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里，领受上帝的同在，领受圣灵。